好，各位家長早晨，各位嘉賓早晨，神父早晨，各位同學早晨。祖堯天主教小學2024至2025年度1至3年級結業祈禱禮現在開始。程序1，唱國歌，請各位起立。請各位繼續保持站立。程序2，唱校歌。請各位繼續站立。程序3，祈禱禮，將時間交俾禮儀組嘅老師同同學。進堂詠，現在就讓我們一同頌唱我們全心感謝天主。你曾
及聖神之名。阿們。願主與你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各位同學，大家早晨。哇，好似未醒喎，或者好肚餓啦，唔好理㗎。再一次啦，各位同學，大家早晨。各位家長啦，各位老師啦，校長，大家早晨，早晨。好啦，今日咧，我會邀請你哋，我有一個口號，你哋要幫我同我一齊講嘅。我會講喲喲喲，希望之光。之後啦，你哋會答耶耶耶 ，We are Chinese。中英文啊 ，We are Chinese。可唔可以一齊講啊 ？We are Chinese。我哋話啦 ，We are Chinese 嘅時候啦，我哋會係咁樣做啊，得唔得㗎？好啦，我哋試下啦。Yo yo yo， 希望之光。耶耶耶 ，We are Chinese。再一次啊 ！Yo yo yo， 希望之光。耶耶耶 ，We are Chinese。哇！你哋嘅學校嘅校法係咩啊？記唔記得？基督之光嘅喎，所以咧，我哋都好似天主啦，係我哋世界嘅光。我哋都要 Chinese 啊嘛，係咪啊？唔單止係神父啊嘛，神父咧廣大啊嘛，係本身係 Chinese 啊，但係大家都要 Chinese 喎。今天既然祈禱係求主取入我們，是我們在諸家中繼續活着聖子基督嘅後範，發揮我們的後範基督之光嘅精神，因你啲聖子奉住主耶穌基督，得我哋及聖神是為一天主榮生榮王。阿們。福音前歡呼。願主與你們同在，恭讀聖馬竇福音。主，願光榮歸於你。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可用什麼使它最鹹呢？它最可無用途，只好擺在外邊，讓人踐踏罷了。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幕中所有的人。這樣，你們的光又當在人正處陽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上主的話。基督，我們讚美你。各位請坐。好啦，再一次啦，我哋可唔可以做頭先我哋講啲口號得？Yo yo yo， 希望之光。哇，好似唔夠力喎，咁咪好悶啊，大家。Yo yo yo， 希望之光。
今日啦，聽過嘅福音啦，同光有關係啦嘛，係啦。耶穌話：你哋要變成世界嘅光。但係首先係邊個係呢個世界嘅光呢？我哋知道啦，世界嘅光係咩啊？邊個？基督喎，即係耶穌基督係呢個世界嘅光嘅。佢嚟到之前啦，好似呢笪地方啦，又好黑暗嘅地方，所以呢個光入咗呢個世界，但係人哋收唔收到啦？好啦，我哋知道有幾時啦，人哋未必接受嘅。我今日會邀請3個同學幫我啦，3個同學邊個？好啦，第一個啦，第二、第三，得啦，過嚟啦，你哋3個。唔使講嘢嘅，得㗎啦，好啦。哇，夠啦！哇，3個女仔唔使講嘢喎。我會送俾你哋3個 R 嘅英文嘅 R，OK？我會送一個俾你啊。之後啦，送一個俾你啊。係啦，之後啦，又送一個俾你。可以行先翻少少開嘅，翻少少開嘅明係啦，咁慢嘅。好啦，我哋會學習3個英文字嘅，同光有關係，或者呢個光入咗呢個世界嘅時候啦，有關係嘅。我哋頭先話咧係呢個光入咗嘅時候，未必得人哋接受啦，或者啦有幾時人哋咧特登係改住呢個光嘅。蓋住呢個光，蓋住呢個字係英文係啲嘢啦？英文係咩？蓋住係英文啦，睇下叻唔叻啊？英文蓋住嘅意思啦，英文係咩啊？同 R 有關係啊 ！R 第一個字，第聲 reject 啱啊！哇叻啊！所以咧係第一個 R 啦 ，it stand for what 啊 ？it stand for reject。所以差少啲啊！所以大家一齊講啊，1、2、3 ，reject。所以咧係好多人啦，耶穌嚟到我哋中間，好多人又唔中意佢嘅，又唔接受佢嘅，又拒絕佢嘅。呢個世界上邊咧，仲有好多人未接受耶穌，由幾時啦？佢哋都係拒絕呢個光嘅。所以你今日咧，我哋會學習呢個字，希望我哋唔係時時都係咁嘢啊嘛，係 reject 耶穌喺我哋嘅生活上邊 ，reject 呢個光嚟到我哋嘅世界上邊。好啦，第一個 R， 好多人歡迎呢個光，好多人接受呢個光。接受係啲嘢啦，英文啦同 R 都有意思啊。喂，英文 receive 係啦，好叻啊！英文好叻啊，係啦，係啦。所以你係當然啦，好多人未必係接受啦，又改住添。但係都好多人啦，又 receive 咗啦，接受呢個。係啱啊！我哋大家一齊講啊 ，receive。好啦，佢第一個字係咩啊 ？reject。第二個啦 ，receive 係啦。好多人有 receive 啲，當然啦，你哋咧喺度啦，一個天主教嘅學校啊嘛，天主教教會啦，係我哋宣揚福音啊。係因為咧，我哋已經接受呢個光，接受呢個耶穌，所以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係香港啦，好多天主教啲小學啊、幼稚園啊同埋中學都係教會啦，即係香港教區教會啦，係區別啦，想講俾人哋聽啊，我哋已經接受呢個光，但係接受啦 ，receive 又唔夠嘅噃。呢個光啦，我哋都要唔俾其他啲人啊，所以你係第3個字啦，英文字同 R 啦都有關係啦。你哋估下啦，係
英文名啊，英文字啊，係啲嘢同 R 有關係。Red。英文 reflect 係啊 reflect 喎，哇！你讀啲 physics 啊，時時都啦，我哋要咩啊？中文係咩啊？反射啊嘛。頭先啲小朋友都搞我，但係我讀得麻麻地啦。點樣讀㗎中文字？英文啊 reflect 啊，好叻㗎！啲中文啲小朋友好叻㗎嘛，受苦好叻㗎。好啦，我哋都要 reflect 呢個光嘅喎。接受係緊要嘅，但係變成耶穌嘅門徒啦，我哋都要變成呢個世界嘅光。所以我哋唔係嗰個光係我哋自己嘅光嘅，我哋係只係接受嗰個光之後啦，我哋係咩啊？反射 reflect 俾其他啲人嘅，我哋翻向呢個光對其他啲人嘅。所以咧係今日啦，耶穌邀請我哋變成呢個世界嘅光，希望我哋唔係時時都係改住佢嘅，希望我哋時時都由歡迎呢個光，接受呢個光喺我哋嘅生活裏面。但係我哋都有責任，我哋都要反射，我哋都要反向咁樣嘅光。同其他嘅人嘅，耶穌係世界嘅光，但係佢今日啦特別啲啦，邀請你哋小朋友、小學生係都幫佢反射咁樣嘅光。你哋會放假嘅時候啦，希望你哋攞嗰個光係翻喺你自己嘅屋企裏面，同其他啲家人一齊反射呢個光。你哋有幾時會參加啲小企活動啊？都攞嗰個光咧，同啲朋友一齊啊！有時你哋會去放假，即係有下就係旅行，都攞嗰個光係俾其他啲人嘅。我哋係吸嘢咧，我哋會反射呢個光同其他啲人。所以咧唔單止神父啦嘛，我哋係 Chinese 啊嘛，我哋頭先話啦 ，We are Chinese， 唔單止因為我廣頭啦，好 Chinese 啊。大家啦都會變成一個好 Chinese 嘅一個人，得唔得㗎？得唔得㗎？好啦，Yo， 希望之光 ，We are Chinese。再一次 ，Yo， 希望之光 ，We are Chinese。天全部有大家，唔該晒。請起啦！天父你幣獻你啲善子耶穌基督，帶給我們愛嘅啟示，因我們在學校學習知識嘅同時，都學習愛天主同埋愛緊人。而家我們向你一齊祈求。請為普世教會祈禱。慈愛的天父，雖然世上還有很多人未認識你，但也求你賜予恩寵給所有的人，使他們都能依照你的旨意生活，使世界充滿和平、互助、信任與喜樂。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上主，俯聽我，上主請收納，上主請體察，求主俯聽我禱告。請為家庭祈禱。天主，感謝你創造了我們，賜予我們無盡的恩典，讓我們在家庭的愛裏孕育成長。求你福佑每一個家庭，使這個愛的團體充滿關懷喜樂。
和平安，成為你時常臨在的地方。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上主，俯聽我，上主請收留，上主請體察，求主俯聽我禱告。祖堯天主教小學祈禱。主，感謝你賜予我們學校，培育我們成才。求主賜給校監、校董、校長、老師和所有為學校服務的人身體健康、工作愉快。求主繼續賜予恩寵，好使我們的學校能培育更多人才，關愛社會，成為國家未來的棟梁。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上主，俯聽我，上主請收留，上主請體察，求主俯聽我禱告。請為早天同學祈禱。暑假將至，求主讓我們時刻珍惜光陰，善用餘下，培養良好的嗜好，多參與團體活動及服務家人，像主耶穌一樣，在智慧和身體上健康愉快地成長。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上主，俯聽我，上主請收留，上主請體察，求主俯聽我禱告。現在讓我們靜默片刻，為各人心中嘅意願向上主祈禱。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上主，俯聽我，上主請收留，上主請體察，求主俯聽我禱告。全能仁慈的天父，你明白我們需要你的左右，求你垂聽我們的懇求，幫助我們在各種境況中都能奉行你的旨意。而家讓我們一起以主耶穌基督所教導的天主經向你一齊祈求。願
光是上主的恩賜，又讓我們把這份喜樂和希望與身邊嘅人分享，祝大家互祝平安，祝大家。神平安。而家就讓我哋一起龍年重念喜年當晚嘅，而表達我們對天主先生的上禮和對天國來臨嘅期盼。我哋一齊啊！天父，願你藉著你的聖子，我們的兄長耶穌基督所賦予我們的信德和聖神在我們心中燃點的愛德火焰，重振我們對你神國的望德，願你的恩寵轉化我們，使我們努力不懈地栽種福音的幼苗，但願那些福音幼苗使人類和宇宙萬物由內而外得以轉化，並能懷着確切的希望，期待新天新地的來臨。那時，邪惡勢力要全被摧毀，你的榮耀卻要永遠常存。願禧年的恩寵重振我們這些希望的朝聖者對天國寶藏的渴求。願這同一恩寵使我們救主的喜樂與平安惠及普世萬民。願讚頌和光榮歸於你，天主，至於無窮之世。阿們。悠悠希望之光，願上主與你們同在。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阿們。祈禱禮成，感謝天主。禮成詠，現在讓我們一同頌唱與基督同行。獨自攀高在西上，將不敢孤遠大。光天上裏與主同行，與基督共過關。當我們離開這世界，可以與救主一起。光光着大路向前進，與基督攀上離。雖將聽得別人宣告，不論愛何名位，我卻更怕唱出心遊，我要努力奮鬥。大家好遠離這世界，可以與救主一起。光光着大路向前進，與基督攀上離。各位請坐。程序4，校長致辭。恭請陳志恒校長為我哋致辭。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家長、所有神父，早晨啦嚇！各位同學早晨。乖啦，考下大家，睇下大家頭先有冇留心。希望之光。We are shining。好啦，嗱，所謂 We are shining 咧，即係發光。雖然咧，大家個髮型咧同神父有啲唔同喎，咁但係咧，同學可以透過你嘅言行，幫助身邊嘅人，讓自己發光發熱，幫助到身邊嘅人。
不過咧，各位同學望下我啊，前嗰排咧，我聽到有一個小朋友一日生活嘅故事，令我擔心佢唔可以 shining 啊！我好擔心啊！想唔想聽下佢一日嘅故事係點㗎？想咧，咁啊留心聽喎。有冇邊個唔留心先？喂，嗱話説咧，有個小朋友啊，朝頭早起身，猛起身啊，要爸爸媽媽好勞氣，撳熄咗鬧鐘之後就瞓多陣啦。我唔想起身，跟住爸爸媽媽好嬲，夠鐘啦，遲到。我唔想起，返學㗎，我唔想返啊！哇，第一樣令我擔心。跟住咧，上堂嘅時候咧，哎呀呢個同學仔咧話佢唔留心啊，顧住做自己嘢。咁好啊，好快就到放學。放學之後咧，爸爸媽媽睇佢，喂，做功課噃，我唔想做啊。嚇你唔做，爸爸媽媽好擔心啊。跟住嗰同學仔仲話：我想打機喎，玩手機喎。令到爸爸媽媽幾勞氣啊，都唔止啊。跟住下一件事啊，食飯嘅時候，爸爸媽媽：哇！你食咗成個鐘頭咯喎，飯餸都凍啦，你仲唔快啲？我已經好努力食㗎啦。跟住原來你仲係食緊幾嚿菜、幾塊菜，可能食緊肉，飯你又唔食，菜你又唔食。跟住夜晚咧，爸爸媽媽又好勞氣啊！哇，阿仔阿女，10點啦喎，你做乜仲唔瞓啊？你聽日你又晚起身㗎，俾我坐多陣啊！有時咧就話我未做晒功課，有時又話打多一陣機。更加離譜嘅就我想睇多陣電視。各位家長，呢啲情景熟唔熟？好熟啊！小朋友啊，各位同學，你哋有冇好似頭先呢個故事裏邊嗰個小朋友咁樣，有冇㗎？唉，冇我就安心晒啦。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咧。如果我哋要成為希望之光咧，即係話首先要自己做得好。咩叫做得好啊？首先咧，你要俾心機讀書，有好嘅知識，有好嘅能力，將來先至有能力幫到其他人，係咪啊？係啦，呢係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要有健康嘅身體喎。如果你哋冇健康嘅生活，自己好容易生病，又或者冇足夠嘅體力，幫唔幫到身邊有需要嘅人？又幫唔到啊！如果你哋要有健康嘅身體，有好嘅知識同埋好嘅能力，咁要留意一啲事喎。好似頭先嘅故事裏邊嘅小朋友咧，佢自己控唔控制到自己啊？控制唔到啊！俾啲習慣壞嘅習慣拖住佢行啊，係咪啊？我哋應該要早睡早起，應該要主動咁樣學習，應該要有良好嘅生活習慣。但係頭先嘅故事裏面，小朋友對唔住啦，佢俾啲壞習慣拖住佢根本咧上堂又專心唔到，食飯又唔專注，食得慢，甚至乎間飲擇食。跟住咧，平時嘅習慣都好似樣樣嘢都拖住做得唔好，令到爸爸媽媽又勞氣又擔心，慘咯！當你大啲嘅時候，你慢慢大嘅時候，都係控制唔到自己啊！每件事都做得唔好，咁就慘啦。1年班做唔好，2年班做唔好，去到3年班咧，1、2年班嘅事已經做得唔好，3年班繼續唔好。你繼續唔好落去，咁就更加唔好，好唔好啊？咁樣就真係唔好啦。所以，如果大家真係要做到希望之光，希望小朋友你哋1年班開始要養成一個良好嘅習慣。如果
以往若做唔到唔緊要，由今日開始要做到，唔使爸爸媽媽同老師勞氣。你知道自己應該要做啲乜嘢嘅，就應該自己記住做好佢。如果冇能力嘅話，今晚翻去同爸爸媽媽講，請爸爸媽媽提你，甚至乎可以同爸爸媽媽有個協定。如果朝頭早你唔可以自動自覺起身，或者做唔到你應該要做嘅嘢，咁點好呢？你要應承爸爸媽媽，可能平時有啲娛樂嘅就冇，又或者可能放暑假有得玩嘅就冇得玩。要諗一下喎，同爸爸媽媽一齊傾下。陳校長好希望將來呢，所有同學都能夠自己控制自己，唔係俾壞習慣拖住你，而係你推開啲壞習慣，知道要做啲乜嘢，就盡量自己做好。如果之前做唔到唔緊要，由今日開始做。如果由今日開始做唔可以全部改好嘅話，但係都要幫自己有個計劃，逐步做好，做唔做到？我數3聲，再問多次大家，做唔做到先？嗱，一定要做得好。如果你哋真係做到咧，無論知識能力做得好，有好嘅價值觀、好嘅習慣，讓自己咧真係好好地訓練自己，將來成為一個愛主、愛人、愛身邊所有人、愛家庭、愛自己嘅好人。將來啊，會關心身邊其他人，貢獻發揮自己嘅能力，貢獻社會國家，真正成為基督之光喎！做唔做到啊？嗱，希望大家做到嗱，各位同學啊，各位家長聽住喎。有邊個同學做唔到嘅話呢，爸爸媽媽會翻嚟講俾校長聽。到時我就會揾你話：哎呀，你做乜呃我啊？哎呀，你傷我個心喎，我好傷心喎。你哋想唔想校長傷心啊？希望你哋唔想啊，千祈唔好點頭啊！我相信你哋唔想嘅，但係希望你哋都能夠做到啊！好，只有各位。多謝陳校長對同學嘅訓勉同鼓勵。程序5：頒發獎項。首先，恭請全體頒獎嘉賓上台就座。第一項頒發嘅獎項係學業成績優異獎，即係考獲全級總成績嘅第1、2、3名。得獎嘅同學喺各科嘅成績都表現優異。有請陸志浩神父為我哋頒發獎項。考獲1年級全級第1名1A 劉子柔。1B 黃思琪。唔好意思，剛才係第2名嚟嘅。好，第3名係1D 雷興柔。請陸神父、陳校長、徐副校長、家教會主席及委員上前同佢哋同得獎者一齊拍照。以上得獎嘅同學，
請陸神父繼續留步，為我哋頒發2年級嘅獎項。考獲2年級全級第1名2A 李浩天。第2名有2位，分別係2C 唐月賢及2D 方永津。好，請陳校長、徐副校長、家教會主席及委員上前同得獎生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得獎嘅同學，請陳校長、徐副校長、家教會主席及委員就座，繼續請陸神父留步，為我哋頒發3年級嘅獎項。考獲3年級全級第1名3B 吳確柔。第2名有2位同學，分別係3A 林成泰及3C 簡志信。請陳校長、陸神父、陳校長、徐副校長、各位嘉賓陪同學生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嘅得獎同學，多謝陸神父，各位嘉賓請就座，請陳校長留步，為我哋頒發接住落嚟嘅獎項。跟住落嚟，我哋會頒發各班嘅中文科成績優異獎，有請陳校長為我哋頒獎。獲得中文科全班第1名嘅有1A 劉子柔、陳天佑、1B 黃思琪、1C 有2位同學，分別係陳文樂、梁心如、1D 魏晨竹、2A 李浩天、2B 班都有2位同學，分別係馬海利、及梁思培。2C 唐月賢。2D 班有3位同學，分別係何依靜、
邝正俊。3 A 林成泰。3 B 曾婉南。3 C 陳清瑩。3 D 有2位同學，分別係洪希彤、何依貝、有請陳校長、陸神父、徐副校及嘉賓上前，跟得獎者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得獎嘅同學，多謝陳校長、陸神父、徐副校、家教會主席及委員請就座。請陳校長為我哋頒發以下落嚟嘅英文科成績優異獎。獲得英文科全班第1名嘅同學。1A 劉子柔。1B 郭心美。1C 謝宇浩。1D 張思南。2A 陳日峰。2B 黎嘉敏。2C 班分別有3位同學，分別係邱月晴、萬卓橋、施敏浩、2D 方永津、3A 黃日南、3B 吳確友、3
3C 簡子信。3B 洪希彤。有請陳校長、陸神父、徐副校、家教會主席及委員陪同拍照留念。多謝陳校長、陸神父、家教會主席及委員請就座。請徐慕蘭副校長留步，為我哋頒發接住落嚟嘅數學科成績優異獎。獲得數學科全班第1名嘅同學有1A 劉子柔。1B 黃思琪。1C 陳夢樂。1D 雷興柔。2A 李浩天。2B 郭卓賢。2C 唐月賢。2D 班有2位同學，分別係溫正橋、萬希怡、3A 林成泰、3B 吳確柔、3C 陳正康、3D 黃嘉希。有請徐副校長、陸神父、陳校長、家教會主席及委員陪同得獎生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得獎嘅同學，多謝徐副校長、陸神父、陳校長、家教會主席及委員請就座。跟住落嚟，我哋會頒發服務獎。學校設立咗服務獎，獎勵樂於服務又表現良好嘅同學。而家先請家教會主席鍾文山女士為我哋頒獎。獲得服務獎嘅同學包括1A 曾盈寧、
黃可兒、一 B 林家峰、葉俊宇、一 C 梁心如、鍾海嘉、一 D 鄭永森、林月彤、2A 李嘉文、葉欣娜、2B 黃貝兒、周興燕、2C 黃如希、鄧卓希、2D 趙志霖、梁可穎、3A 高敬偉、黃子謙、3B 楊子瑩、容善儀、3C 賴宏希、劉愛柔、3D 何俊廷、郭希晴、有請鐘女士、陳校長、徐副校、陸神父、家教委委員同得獎學生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得獎嘅同學，多謝鐘女士、陸神父、陳校長、家教會委員、徐副校，請就座。
務獎自然就少得操行獎。操行獎係獎勵操行表現優異嘅同學。有請家教會委員黃希如女士為我哋頒獎。得獎者有1A 梁海瑩。1B 甄子瑩。1C 梁以森。唔好意思，係馮醫生先啊。1D 黃希祥。2A 潘欣琳。2B 陳詠如。2C 邱月晴。2E 袁思穎。3A 李卓穎。3B 周曉彤。3C 吳佩琪。3D 許依妮。有請黃女士、陸神父、陳校長、徐副校、家教會主席及委員陪同得獎生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得獎嘅同學，多謝黃女士、陸神父、陳校長、徐副校、家教會主席及委員，請就座。學校都知道同學嘅努力，所以設有進步獎，鼓勵喺品行同學業上有進步嘅同學。操行最少要有 B 等或者以上。有請家教會主席李瑞玲女士頒發呢個獎項俾以下得獎嘅同學。得獎嘅有1A 梁君柔。朱海宏。林玉文。1B 鄧卓謙。陳子歌。黃思琪。1C 謝宇浩。
馮以恒。係啦，好啦，唔拍拍。一啲吳柏生，因為吳柏生今日缺席，我哋稍後會頒翻個獎俾佢㗎啦。跟住係李心慧。陳燕冰。有請李女士、陸神父陳校長、家教會主席及委員、徐副校長陪同得獎生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得獎嘅同學，多謝各位嘉賓選走座，有請李女士繼續留步，為我哋頒發2年級嘅獎項。2年級得到操行獎嘅有 2A 林嘉希、李心怡、李嘉文、3B 林錦豪、蔡心妍、伍俊賢、二師蕭毅陽、張偉峰、鄭善琴、2D 趙子瑜、梁可榮、何卓希、有請李女士、各位嘉賓上前同得獎生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得獎嘅同學，多謝李女士，多謝其他嘉賓請就座。
麻煩李女士請留步為我哋頒發1年級嘅操行獎，3年級嘅操行獎。3位進步獎，唔好意思，3位係進步獎嘅3年級，3位譚思佩、黃子琪。黃子琪冇翻，所以稍後我哋會俾翻個獎佢㗎啦。程華芝、3位曾浩峰、楊子瑩、容善儀、3C 劉偉傑、吳佩琪、邱宣浩、3D 周柏橋、劉於正、黃子軒、有請李女士、陸神父、陳校長、徐副校、家長教會主席及委員上前同得獎生拍照留念。恭喜以上得獎嘅同學，多謝李女士及各位嘉賓請就座。喺呢度，我謹代表學校感謝家長教師會贊助今次學業獎及進步獎嘅獎杯及書券。跟住落嚟，我哋會頒發鄭永官紀念獎學金。鄭永官紀念獎學金旨在表揚本校學生嘅卓越成就，從而鼓勵學生喺學業成績、品行、服務及體藝範疇上有卓越及躍進嘅表現，發揚校訓基督之光嘅精神。本年度全校共有42位同學榮獲呢一個嘅獎項，每名獲獎嘅學生會獲得證書同埋書券以資獎勵。有請陸志浩神父為我哋頒發鄭永官獎紀念獎學金。得獎嘅同學係1A 劉子柔、1A 梁海瑩、1B 郭心湄、1B 林家峰、1C 陳文樂、1D 魏神竹、1D 賴婉彤、1
李浩天。2B 陳穎如。2B 馬海利。2B 姚卓峰。2C 唐月賢。2C 邱月晴。2D 方永津。3A 林成泰。3A 李卓穎。3B 吳確柔。3C 簡子信。3C 雷志峰。3D 陳靜欣。3D 洪希彤。有請陸神父、陳校長、徐副校、家教會主席及委員上前同得獎生拍照留念。以上得獎嘅同學，多謝陸神父、陳校長、徐副校、家教會主席及委員請就座。為使家長能夠積極投入家長角色，以讓子女健康咁成長，學校積極為家長籌辦唔同類型嘅家長教育工作坊，同時為鼓勵家長積極參加學校家教育嘅工作坊，校方設有家長學堂，全年積極參與家長教育工作坊等獎項。本年度共有16位家長獲獎。事不宜遲，我哋有請陳校長為我哋頒獎。獲得全年積極參與家長教育獎嘅有1A 班周卓一嘅家長陳嘉英女士，1B 班賴子柔嘅家長周嘉怡女士，1B 班吳子欣嘅家長兼柳婷女士，因女士今日有事未能出席，稍後我哋會俾翻個頒發翻個獎項俾佢㗎啦。跟住有2D 班何心源嘅家長黃嘉文女士，黃女士今日亦都係有事未能出席，稍後會俾翻嘅獎項。
跟住係2D 班羅禮賢嘅家長黃希如女士。接住係3A 班劉千瑩嘅家長張翠萍女士、印章女士都係有事未能出席，稍後我哋都會將獎項頒發翻俾佢。跟住係3B 班楊子瑩嘅家長李瑞玲女士。有請陳校長、陸神父、徐副校、家教會主席陪同得獎嘅家長拍照留念。多謝陸神父、徐副校、家教會主席請就座。請陳校長留步，為我哋頒發家長公獎。本校家長積極投入義工服務，本年度家長義工隊人數多達101位。本學年學校家長義工隊嘅總服務時間接近1200小時。學校同埋家長教師會特別感謝呢班義工牧師嘅奉獻，讓個活動可以順利進行。近年全校更有34位小1至小6嘅家長義工分別獲得金獎、銀獎、銅獎。有請陳校長為我哋頒獎。獲得金獎嘅有3B 班楊子瑩嘅家長李瑞玲女士。獲得銀獎嘅係1B 班賴子柔嘅家長周嘉怡女士，仲有1D 班夏天藍嘅家長葉曉怡女士，2A 班嘅李浩天家長黃建華女士。2B 班姚卓峰嘅家長許詠詩女士，仲有2D 班羅禮賢嘅家長黃希如女士。跟住落嚟，我哋會頒發銅獎，分別係1B 班李明津嘅家長馬玉英女士。2A 班葉欣南嘅家長雷楚色女士，2D 班麥嘉瑜嘅家長黃山華女士，3C 班雷志峰嘅家長許嘉欣女士。有請陳校長、徐副校長、陸神父、家教會主席上前跟得獎嘅家長拍照留念。得獎嘅家長，多謝陳校長、徐副校長、家教會主席請就座。接住落嚟，我哋會頒發教師家女獎，有請陸神父上前為我哋頒獎。榮獲連續4年冇請過病假嘅老師有黃依蓮主任。連續7年冇請病假嘅老師有麥盈芝老師。有請陸神父、陳校長、徐副校主席及委員上前同得獎嘅老師拍照留念。恭喜以上2位
留心喎，我哋準備欣賞表演節目啦。第一個表演節目係口風琴表演，口風琴班嘅同學喺本年度嘅中國青少年音樂比賽同聯校音樂比賽2025分別獲得季軍同埋銅獎。今日同學為我哋表演一首耳熟能詳嘅樂曲，係音樂劇《仙樂飄飄處處聞》中嘅選段，做 Re Mi。有請指揮鄺 Sir 同鋼琴伴奏溫傑文老師，請大家細心欣賞。我想問下你哋咧，有冇見過落雪啊？見過落雪嘅舉手俾我睇得唔得？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喺邊度見過雪啊？係。韓國啊，係喎，韓國有雪落嘅喎。睇見。打機唔一陣見到雪，我要真雪喎。係，打機。日本係喎，日本都有雪落嘅喎，係喎。好，心妍咧，北京係喎，北京都有雪落。黃老師就未見過啦，不過咧我就喺電視上面見過落雪嘅情景。落雪嗰陣真係好靚嘅喎，我覺得。同學仔見過㗎，你覺得靚唔靚啊？係啊，好啦，以下咧我哋會有請1、2年級朗誦尖子班嘅同學，以詩歌朗誦嘅形式去表達落雪嘅時候快樂嘅情景。佢哋喺本年度校際朗誦比賽中獲得12項嘅季軍喎。而家我哋亦就邀請佢哋出嚟表演啦，請俾啲掌聲佢哋咯。
早，陽光好燦爛嘅時候，你哋有冇覺得係一個好朝氣蓬勃嘅時間呢？覺得自己好精神嘅，有冇覺得㗎？有嘅舉手。係喎，今日呢，我哋會一齊欣賞由1到3年班嘅同學活潑優雅嘅仲夏舞曲，感受佢哋充滿童真嘅芭蕾舞。有請芭蕾舞班嘅同學，大家拍手歡迎佢哋出嚟啦！邊個知道㗎？知道佢神係喎，都有人知喎。原來啊，佢哋好犀利㗎，佢哋仲係4年半添啊！係啊，仲有佢哋將會咧同香港部分著名嘅合唱團喺香港大會堂演出。而家有請同學唱出美妙嘅歌聲俾大家欣賞，請鼓掌。
可靠，春晓，作者孟浩然。春眠不觉晓，问题了，夜来风雨花落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最好是不干。
組同弦樂團敲擊樂，喺弦樂團總監徐偉成先生及溫業文老師帶領之下，奪得中國青少年音樂節冠軍及第13屆藝韻杯國際音樂比賽一等獎等多項音樂比賽殊榮。今日弦樂團同學為我哋表演一首著名電影《Star Wars》星球大戰嘅主題曲，請大家俾熱烈嘅掌聲！我哋有一隊冠軍人馬要出場啦！你哋啱咗啦，就係學校嘅非洲鼓。佢哋係今年中國青少年音樂比賽及聯校音樂比賽2025分別獲得冠軍同銀獎，有請大家俾熱烈嘅掌聲，歡迎佢哋！
好，各位同學，3、2、1。頭先咧嗰一行女聲驚唔驚？我都驚啊，嚇到我個心卜卜跳。好啦，但係咧校長好欣賞同學咧坐得好定喎，繼續好專注睇其他同學嘅表演。各位同學啊，剛才見到其他同學攞獎開唔開心啊？我都開心。嗱，但係留一件事喎，見到同學攞獎開心，但係我知道咧有一部分同學係冇攞獎，但係有啲事情都令我好開心，因為我知道就算有部分同學冇攞獎，但係呢一年裏邊你努力過，有進步。雖然最後未攞獎，但係我都好戥你哋開心㗎喎。我哋一齊俾啲掌聲，呢一年都好努力嘅同學，好唔好啊？好啦，嗱，希望咧各位同學咧今個暑假裏邊咧都要好好地溫習翻過一年學過嘅知識，好好地準備9月嘅開學㗎喎，得唔得？希望同學都有一個開心、愉快、健康嘅暑假，好唔好啊？好啦，各位家長啊，我相信咧，如果大家頭先有留意教育局最新嘅信息，都知道有啲特別嘅狀況㗎啦。咁咧，讓小朋友一個平靜，我哋咧專注幫佢準備啊，陣間好唔好？咁好啦，咁樣就嚟到呢一度啦。希望咧各位同學都繼續聽爸爸媽媽話，同埋緊記頭先咧校長咧係如果要成為基督之光嘅同學要點樣咯喎？希望各位都做到，主有各位，好啊，交翻俾啊黃可之老師啊。祖堯天主教小學2024至2025年度1至3年級結業典禮經已圓滿結束，有請陳志恒校長及各位頒獎嘉賓先行離席。好，各班嘅同學同埋班主任麻煩請坐一坐先。各位家長，現在嘅時候，請你哋慢慢嘅時候可以起身，可以嘅時候離開。大家可以喺前梯。由於個小息咧就過咗時嘅，咁但唔緊要嘅，咁會有老師會去喺2樓同3樓咧值日嘅，將你哋嘅小息延長。咁而家咧就係12點26分到啦，咁你哋個小息咧會去到12點嘅45分。咁你哋麻煩班長先帶佢哋落去，咁跟住你哋就可以休息。麻煩一言不班長12點45分翻返自己課室，因為可能要行呢個雨天課措施。係，唔該晒。好。